这礼拜五，目子故事馆伫安定公所合作，特别展出一座航向未来花灯，加添过年的喜气。当然，讲到过年，这亲子每一档都会习惯来遮行行踅踅，体验古早味的农具加佚佗物仔。所以每一档负责人嘛拢会创新。今年上特别的，就是开卖50万收藏动漫的公仔，包括第一代海贼王等等，每一款都是限量的珍藏。毛现在上流行的《鬼灭之刃》，全部拢是日本原装进口，外口较看袂，伫遮拢有，嘛，互来参观的学生欢喜甲。东西很多，不是只有无患子，然后收藏的东西也很特别。他是我最喜欢的角色，然后也很少看到他的公仔，所以我觉得他很有收藏的价值。来这边既可以参观，然后又可以体会到一些古老的一些果实，以前是怎么样，古时代的人是怎么样洗剂，然后外面又有一些像公仔，小朋友又不会觉得无聊。今年疫情的关系，真侪大型活动拢取消，所以市长黄伟哲嘛专工来到目子故事馆推荐健康防疫个趣味的早春。礼拜来到故事馆的市长，受到学生热情欢迎，又来做伙留下纪念。会中嘛甲小朋友如同讲啊，并且伊参观上新的公仔展览，看甲入迷，相当兴趣。不管是故事馆也好，不管是这个玩偶也好，都让孩子们玩得尽兴。还有许多传统的这个玩具，那可以让他们重温许多大人童年时候的一个玩具。那五宝是立基在一个安定的一个非常非常质朴的农村的一个企业，那也生产许多这个对环境友善的这个清洁用品。那不但是没有刺激性，而且对环境不会造成污染。那我们很谢谢这样的一个企业，那能够在寒假时期能够兼顾学童的孩子的这个过年过节苦于没有地方去，因为很多活动都取消了。那他们举办这个有防疫意味的这个清洁的这个寒假，我们希望说大家来玩得尽兴，玩出健康，玩出防疫，玩出这个古早味。因为囡仔较爱看一寡迄个无共的啊，你有小汽车，拢查甫就较爱看，但是你嘛摕一寡迄红啊，囡仔有查某囡仔看安尼。因为迄个收藏啊，这是讲，加感觉有兴趣无毋对，但是嘛是讲囡仔足爱看遮有诶无诶，咱用这互囡仔看讲伊动漫诶物件会当你看实际诶物件，会当现场看呢，包括航海王，有过来种伊足少人咧拜这种少人看呢，我规拢透笑互大家看，就是讲迄个家己嘛是感觉有兴趣，有兴趣无但现在迄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安尼。日本动漫公仔顶8大主题精彩活动，大家全家大细做伙来佚佗。不过负责人嘛强调，因为疫情的关系，除了挂催暗，加强相关的消毒加室内管制。一旦中央规定禁止组织，活动嘛有可能会取消。所以请大家出发进前要注意目子升级公司伫网站的公告。今日新闻，军及何秋邦采访报道。